读理啦，啊对念就读医啦吼。这首是要读理一本册。永早偷偷看你，就会增加读册兴趣。我对你美丽面顶吸收着文学的基础，开始古典主义的风格。尾啊，点点看你，伫你目睭过八金的时，你是一篇文艺小说，我暗恋在心内，充满浪漫主义的情怀。一阵，我紧紧看你，看到你目睭刻落去，变成一首抒情诗。我会不知不觉，动嘴唇，轻轻甲你念出来。念到上尾完结篇，你变成一条故乡的恋歌。阵阵萤火夜雨咧伴奏，我慢慢行入你的世界，雨水将咱化作无边的爱。好，这首啊咧，再来我哪会落？这本来无准，我要来交代互同学做。要理睬啦，这首诗，啊，恁甲摇一下哈，摇讲我是谁吼？我是谁？写理睬，题目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是甲伊讲啊，啊，恁听了后，恁摇看咧，看讲我是啥物人？我是谁吼？我是谁？写理睬，入门一条街，9点厝内心肝闷。亲像粒景的面皮，等待出门请爷的机会。出门一蕊花，毋惊破雨炎日头，只要风台无来吹，阮就会开甲满山春天花。我是谁？写理睬。我是谁？又看卖。花蕊红心。结芳蜜，想将写出你的爱，有人摇到袂？对，正确。